开来祈祷，爱互伊心内欢喜。5月是查某人的月份，嘛有人感觉5月新娘比6月新娘搁较水。为虾米？因为台湾天气足热的，到6月时阵就伤热了，汗擦擦地的新娘水无啥会起来，所以5月的新娘可能也阁是上水的新娘。特别的5月，纪念特别的女，纪念每一个女性，纪念每一个姊妹，佮用圣经内底女性的典范。士师底波拉的故事，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士师记是一本战争甲和平的册，较定啊，咱伫这个歌团内底会讲到，咱最近足侪人爱看的一个电影，叫做《悲惨世界》（Last Miserable）。这部电影也是咧讲战争甲和平的故事，讲到革命。讲到战争，讲到压迫，讲到自由的故事。每一个士师，无论你欢喜也是不爱，或多或少，拢会经历战争。若是得胜，就有太平；若无得胜，代志就较歹办。这个亲像真像足男性，英文讲足 man 的一本册，但是内底足奇妙的，有记载一个女性。伟大女性士师底波拉的故事。底波拉是啥物人？台语足歹读，英文较好读。Deborah， 所以台语读较紧的就变英文。Deborah 这个士师是士师记内底第4个士师，也是唯一的女性的士师。伊是士师，所以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是先知，是策士，是战士，伊个是拉比多的太太。虽然圣经无记载，但是圣经嘛无记载，伊无法度生育，所以真有可能也有假儿有好的。伊是一个有家庭的女性。底波拉的这个才华毋是干那安尼尔，伊个是一个诗人。所以咱若有继续看圣经到第5章，就会看见讲，伊写了一首足长。初代以色列社会中间上出名的底波拉的诗歌，伫荣耀上帝，佮展现伊诚做以色列出色、诚有名的领袖的这个地位。底波拉的名也真趣味、真特别。底波拉这个名就是蜜芳的意思，蜜的意思。真有趣味，这个名就展现了底波拉诚做女性领袖、温困的工作者、民族的母亲，真侪面相的这个形象。虽然规本圣经对底波拉的这个描述真正简单，但是伫2章内底却充分展现底波拉伫所有的士师内底迄个要紧的地位。甲会当甲男性士师来相比拼的分量，咱会知伫圣经内底，毋是这个写较济就较好。什么人是上好的一个这个例呢？就是参孙。参孙的讲故事乐长，内底有一大堆参孙做了毋是足好势，互人感觉哪会安尼做的代志，所以。讲了济，无一定是好代志；讲了少，无定着嘛是简洁的一个学老，嘛是袂歹。接下来咱要停落来，先了解一个士师是啥物意思。中文讲士师讲了足无清楚，愈翻译愈灰。士师若用英文来讲，就足清楚伊的意思。士师的英文就是 judge，judge 这个英文就是判官。法官判断者的意思，是以色列人要无这个君王进前的领袖，是上帝家己苦调、家己兴起的，无这个陪传囝，
也是抱传查某囝的这个关系，是单一上帝家己兴起的，无人知影上帝为倒位来兴起，伊就兴起，照上帝的心意。虽然史书上重要这节是判断，是审判，但是伊嘛是当时是民族的领袖，甲征战的将军，加做以色列领袖。咱若看这两章的整个的描述，就知这段毋是平凡尔，毋是琐琐尔，伊是一个足出众、足出色的领袖。首先，这段是个主要的材料是有足好的判断力。圣经头拄咱看的这个故事内底安尼讲，以色列人拢去伊遐听伊的判断。现代中文译本讲了更较清楚，以色列人拢到伊遐听伊主持公道，所以咱就知这段伊上重要的是一个真好的传输能力。也因为安尼，伊就建立了真稳固的领导地位。咱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咱来思考就是伫一个团体内底，一个好、一个真有能力的领导者，伊所挖考的无过是因只有财物，这个学位很高而已，嘛毋是讲有好的体力尔，嘛毋是讲人脉真快尔。圣经中体力上好的就是参孙，但是参孙是一个足歹的领袖，伊是健美先生，但是伊敢若健美而已，其他的各项事拢袂晓，伊袂晓组织做代志，伊袂晓领导，伊想讲小战是小拍，所以伊拢一个人出去。以色列互伊统治几啊10年，其实还顾乱糟糟，所以体力上好无一定是好，因为做一个领袖其实上重要的就是有智慧的判断能力。搁一摆，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就是有智慧的判断能力。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一个领导者，伊所关心的毋是个人尔，是一个团体的未来。所以伫团体在面对重要关键的选择的时，怎样做决定，做什么决定，怎样执行这个决定，就对这个团体的兴起，也是会灭亡，成做足关键的重要的代志。第七节的经文内底讲了更较趣味的是，以色列人拢去伊遐，这代表这把的领导地位，毋是用真严格法律来约束、来强迫以色列人爱听伊的话，乃是百姓愿意自愿来军队。现代中文译本讲了更较明白，伊讲大家拢去伊遐听伊主持公道。当两个人有足侪代志无法度解决、无法度有共识的时阵，伊就将这个事带到这部的面前，互伊来解决。这就互咱会当理解，这部是一个深受百姓所喜爱、所信任的领袖。那就是就台语所讲的“公亲变事主”，代志会足歹办的。但是大家拢真介意这个底部伊的这个裁决。其次，底部佫是一个女先知，伊将这个将军巴拉，今仔日所有名拢足歹读，伊将将军巴拉，毋是巴拉吼，巴拉叫来，就甲伊讲，上帝要爱伊领军队去战争，佮讲伊战争就会赢。传达上帝的心意是这个事实上，或是这个先知上重要的调令，因为先知伫希伯来文内底就是上帝的发言人，所以底波佫是一位先知，伊将上帝的心意传达互将军来知。但是，才有一个但是，这个将军巴拉竟然伫伊
伫头前来袅袅带，讲，甲伊回哦，伊讲你若对我去，我就去；你若无甲我做伙去，我就无爱去。一个将军，一个大男生，竟然对一个查某人讲：我若战争爱有这个查某人对我去，伊若唔去，我就无爱去。对我可能有淡薄生气，讲哈，啊你战争我就爱对你去，啊你做将军是做真的也做假的，但是伊嘛是勉强甲伊去。但是讲了足明白的哦，伊讲我对你去，迄是会使啦。但是因为我对你去，所有应要就不是你的啦，因为摇花就对着交伫一个夫人人的手内底。你做将军，你这个大男生就无用光啦。真趣味，因为这个将军的邀请。Deborah 伫伊即个先知士师的身份内底，搁加上正士的身份，诚做圣经少数的 fighting woman。结果，这个战役诚做以色列人开始赢过这个迦南王亚宾的开始，直到最后将亚宾所有的势力拢灭亡为止。对安尼 ，Deborah 先互咱看见一个智勇双全、智勇兼具的查某人的形象，我靠上帝圣神，就为以色列带来40年的和平。对这个故事，要甲大家做一丝丝啦的神学发现、神学的反省。圣经对这个 Deborah 上重要的描述，是伊有真好的判断能力。圣经学者甲女性神学学者就为讨棒神学开始定心反省生活品质、生活品质、生命品质，这个足简单，但是足重要、深刻的议题。伫20世纪的中间，对讨棒神学开始，到欧人神学，到拉丁美洲的神学，到亚洲神学，拢在强调大家族群的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为18世纪整个美国独立、法国的这个共和革命，直到全世界革命，直直咧讲的一个主题。咱较听啊，若听到这个乐团继续来演奏，就会听到迄个悲惨世界伫法国革命内底的真水的歌。我最爱这个戏剧，因为这个戏剧讲到两个足重要的主题，一个主题是迄个平等自由，一个主题去讲到这个生活品质、生命品质。所以较听来唱一首歌，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a song of agreement? It is a musical of people who are climb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rage on the earth lays a friend that never dies. Even the darkness night will end and the sun will rise. 会唱这条歌，会演奏这条歌。这条歌咧讲的就是迄个自由平等对一个族群的重要。但是，搁有一个但是，平等自由了后，咱若用乌人的讨棒来做咧，就发现一个足悲哀的事实：乌人无搁做奴隶啊，因受讨棒啊，民权运动，互伊有完全的公民的权利啊。但是，对查某人的歧视、家庭的暴力、散车的问题、无知的问题、受害者的迄个情感所发挥出来迄个救济有理、对乐无罪的迄款自我来放杀的情形，诚做美国的乌人足深的梦魇。女性神学家就对安尼发现讲，咱若想地狱伫外在的这个自由、平等、讨棒，咱会忽略内在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注重，迄个才是全人真正全社群的讨棒啦。所以对安尼，乌
黑人的神学、黑人的女性神学就开始去发展出对毋是白人的所有的女性的关心甲神学的探讨，就是要来挑战所有的压迫的压力，要互女性会当伫生存甲发展内底得到进展，会当有生产力，会当有好的生活甲生命品质，会当互女性甲家庭的自由甲福利得到保障。伫这个观念内底 ，Deborah 就成做女性讨棒的典范者。Deborah 有出色的判断力，因为伊的判断就带来以色列人的公平的照顾。佮讲一摆，因为伊出色的判断力，就成做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拢会公平得到照顾的来源。有一个有受到公平照顾的社会，就有正面的生产力。有正面的生产力，有公平照顾，这个社会就会和谐。所以是因为Deborah伊的判断力带来公平甲和谐，也带来以色列40年的和平。女性神学提起来，平安甲和平，毋是对战争来的，毋是对势力来的，却是靠判断。靠领导、靠影响的溃烂，搁一粒足注意百姓生活甲生命品质，迄个心、迄个疼心所赢的。Deborah的能力，互伊成做巴拉将军的勇气，成做以色列的母亲。伊亲像芳树内底迄个芳王共款，伊生养，伊治理，伊保护。伊接纳社群内底每一个人，为着因设想到一个程度，要为因找到会当徛起服侍的所在，所以安尼以色列就享受大大的和平。亲爱的姊妹啊，伫教会内底，女性常常是大多数，咱是 majority 大多数。伫咱伫教会服侍的时阵，咱爱自我期待，咱毋好搁互分做两个族群，一个族群叫做干那会晓煮饭，另外一个族群叫做连煮饭嘛袂晓，因两个族群尔。咱爱豆豆进步，自我提升，到一个程度，互咱会甲咱学了讲，这个姊妹足有疼心，足有温顺，足意爱服侍，搁真会晓煮饭。另外一群甚至到一个程度，这个姊妹真有疼心，真有温顺，真意爱服侍，袂晓煮饭嘛袂要紧啦。安尼，咱就成做对教会真有贡献的姊妹啦。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姊妹，互咱家己期待咱家己，成做上帝疼的人才。互咱周围所有的人看见咱的包容甲接纳，互咱毋是注重教会甲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平等自由尔，咱更加注意因的成长甲发展，互这年长的人会当伫人生的黄金岁月内底健康欢喜生活，受到尊重，传承因的人生智慧。互年轻的这囡仔甲青少年会当真正放心长大，因为咱互因的空间甲时间自由自在，照着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脚步大细来成长来进步，互因的才能温数得到发挥全面健全，也互每一个青壮年或者个主要服侍的成员，袂因为营营伫遐徛咧，就无受到使用得到浪费。咱会当积极为着每一个人找到服侍的所在，成做教会成长的动力。我亲爱的兄弟啊，我要邀请恁每一个人
为每一位姊妹来温困祈祷。因或是恁的母亲长辈，因或是你的这个太太，也是你的姊妹，也是你的晚辈、囝查某囝、孙仔，但是因拢同款重要，袂当欠客。请为着因的付出来固守祈祷，请为着因的劳苦来加油，请为着因的成就来拍扑啊，甲欣赏，互家己成做因人生上重要的同伴。一路伫人生的内底，三角扶持，做伙往头前来行，搁伫彼此相听中间，看见上帝面上的阳光。亲像第三世界最后咧讲的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咱啊彼此相听，就看见上帝面容的阳光。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收束妈妈、收束护士、收束查某人伫这个世间，为着生养、为着照顾、为着保护来努力。所以阮伫遮，为着每一个真正是无看见的所在，互师的姊妹来祈祷。主你定无论一定年轻，还是年老的人生内底，成做因人生的同伴，扶持因，帮助因，祝福因，互因成做教会的调教，然后每一个兄弟为着每一个姊妹来祈祷，来扶持，做伙为着教会兴起，所有兄弟姊妹的成长甲照顾，尽阮每一个人一份的力量。安尼祈求，安尼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